去鲁国了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小子敢蒙我，我砍了你！哎，将军饶命啊！将军，里边没人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李尔不在，家里其他人都去哪儿了？家里头没人了。啊！不说实话！真的，将军，真的没有人了。对，李尔的夫人在哪儿？快说！在吴师府。走，带我们去。是，你们两个，小子要是不说实话，随时杀了你。小的不敢。走，快点，走。小美人，我来喽。小娘子，过了今天，你可就是我的人了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哎呦，谁把你捆这么紧呀？来，解开，来，我给你解开。快说，人在哪儿？那间。走。哎，带几个弟兄去后面搜搜情况，跟我来，走。谁？你们什么人？李二老婆在哪儿？啊？她就是李二老婆？是，不是？这是我。你傻可不你！你给我老实点！你就是李尔的老婆？大爷，你放了他！大爷，你饶了我！你给我滚开！哎，等等，站住！追！别跑！拦住他！停！快跑！哎，停呀！快跑！来人呐！将军，他别让他跑了！将军，停呀！快跑！将军，你饶了他！来人呐！将军，饶了他吧！停呀！哎呀！停呀！哎，别跑啊！哎，站住！哎，站住！总，娘对不起你，不能将你养育成人。你一定要好好长大，将来为娘报仇。灵儿，爷爷，庭阳来了。停呀！给我射击！上！
再射！门怎么开着？娘，孟兰，娘怎么了？娘，孟兰，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白子他娘，孟兰，李二哥，到家了。爷爷，停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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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羊！停羊！你在哪儿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爷爷，停羊！宗儿！娘，是谁干的？一定是子期和李辽他们干的。要是他们干的，那天阳和李太公也危险了。我找他们去。我一定要为你报仇。爷爷，停羊！你们在哪儿？爷爷，停羊！你们在哪儿？爷爷，停羊！李二哥，马头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李二哥，你先别着急，李爷爷和婷阳姐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？咱们再去找找吧。对，去找找，去找找。丽儿，丽儿，丽儿，你没死啊？左老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有人报信说你病死在鲁国了。什么？是谁报的信？简直是胡说！李二哥，童心，李二哥，你回来了。童心，你怎么了？李二哥，我娘被人杀了。这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童心，李二哥的一家人也全都不见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巫师家出事了。驻颜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来，快走！李辽，二叔，这。二叔，李儿，二叔，是我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二叔，早晨，思雨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庭阳被思雨，庭阳他怎么了？庭阳被思雨逼得跳河自尽了。什么？庭阳？李二哥，
二叔，二叔，妮儿，二叔，对不起你啊！二叔，你别说，别说，对不起，庭阳，对不起，大伯。 二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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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，宗儿，宗儿在哪儿？宗儿呢？宗儿送到魏国他舅舅家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我爷爷呢？我爷爷在哪儿？你爷爷他去世了。什么？他去世了。爷爷，二哥，爷爷。 爷爷，庭阳，我回来晚了。丽儿，对不起你。爷爷，庭阳，丽儿哥，爷爷，庭阳，丽儿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不要管他。 他受的打击太大了，转眼间家破人亡，谁能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呀？让他独自走走吧。庭阳，这是咱们家自己酿的酒，喝吧，啊！以后喝不着了。如果想喝的话，给我们爷俩托个梦。把我们爷生下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啊？你放心。 我会把女儿照顾好的，啊！庭阳，庭阳，李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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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啊。 没有，怎么办？找了一天也不见李尔哥，他会去哪儿啊？对啊，会去哪儿？你说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？哎，就怪我，只顾在坟头上哭了，也没看见他去哪儿。坏了，李二哥是不是出事了？他受了这么大打击，会不会？不会的，
李二哥，他胸怀大志，他的心能装整个天下，他还要为更多的人传播他的大道之学，他不会就此被打垮的。可万一李二哥他一时想不开……胡说！我最了解李二哥的心，他不会的。我现在就去找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公元前534年，李耳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：爷爷的离世，妻子的殉身，儿子的逃离，多次寻子未果，致使他一夜间须发皆白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，决定将自己感悟到的大道思想广传于世，童心马童愿拜其为师，追随左右，弘扬大道学说。从此，李耳开始了一生的大道传播之路，世人称其为老子。诺，偃师啊，君父命将不久矣。如今我陈国既有内忧，又有外患。君父死后，你要处处小心，治理好国家。君父就将这副重担交给你了。君父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要好好保养身体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啊！君父知道自己的病不会好的。你继位后要严防楚国。楚国一直有灭陈之心，而且朝内大夫孔焕也有不轨之心，你要严防啊。儿记下。你生性善良，偃师啊，君父死后，你一定要任用贤良之人帮助你。你若有解不开的难题，可以去找苦役取人里的老子，让他帮助你。老子？是。现在他在苦役传播知识的大道学说，从陈国百姓到州督官宦，无不向他求学问道。他的大道之学十分独特，据君父了解，如果按老子提出的以道治世的思想来治理国家，那么天下将和谐太平，我们陈国也就不会有内忧外患了。君上不好了！孔焕欲谋杀世子，现已派兵包围了后宫，还请君上速想办法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偃师，不要慌，你马上从侧门出宫。记住，你是君父钦定的世子，没人能取代你。那君父你……我现在还没有死，我看这些恶贼能把寡人如何？快走！那儿臣告退了，你多保重。
别让偃师跑了。你们进宫后，一定要看着偃师把他杀死。杀死偃师之后，本公子有重赏。快走！快走！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复命休矣！师父不怕，孔成在此，特来救你。孔成，你父孔焕谋反，你为何来救我？我父大逆不道，我曾劝他多次，他都不听。我不能像他一样做大逆不道之事啊！世子，快，这边走。好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难道你要篡位不成？君上，臣下岂敢？听说偃师要谋害君上，臣下是来保护君上的。我看你是要谋害寡人吧？既然君上这么不相信臣下，那臣下可就无话可说了。不过，臣下有一言，还请君上三思啊。什么话？快说！偃师为人阴险，屡次要谋害君上，他想提前继位，却被臣下发现。他不能再做世子了，世子应该立幼子归流。对了，君上马上就要立归流为世子吧？快！马上废除偃师世子之位，立归流为世子。你们这些恶贼，竟敢威逼寡人！畜生！寡人饶不了你们！大夫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马上让归流继位。诺。公元前534年，陈国大夫孔焕害死陈哀公，逼走世子偃师，自立陈哀公幼子归流为陈国国君。至此，陈国走上了一条灭国之路。快走快走！今天是老子先生讲道的日子，去晚了呀就找不到地方坐了。老子先生讲的真是太好了。上个月我听老子先生讲道之后，我的心情平静多了。现在1个多月过去了，我就没跟老婆再打架了。我们现在互敬互爱，也没有那么大火气了。你和你老婆打架算什么事啊？我和邻居刘大家因为争一块地争了10几年了，光打架都打了多少次了。后来我听了老子先生讲道以后，我算明白了，要与人为善，别人不善自己得善，这样才有善报啊。你说也怪，我和刘大说这块地我不要了，归你们家了。你猜刘大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流着泪对我说，他对不起我，这块地原本就属于我们家的，他不该无理取闹，他以后啊再也不跟我争地了。你说这个事怪不怪？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是你的善行感动了他。我听说周王室的官兵都来咱们古邑来听呢。可不是，咱们陈国乃至州都，现在哪一个不知道老子先生的大名啊？咱们快走吧，去晚了就没地方坐了哈。这边，爹，自您从州都归乡后，一直还在为朝廷的事劳碌奔波。依儿看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该好好休养休养了，就别再为朝中的事劳心了。不行啊，爹是个闲不住的人。如今我大周日渐衰落，朝内各个派势力斗争激烈，各诸侯国
也各怀野心。长此下去，我大周岂不危矣？爹虽然老了，但还是尽力为朝廷做点事吧。现在像爹这样一心为朝廷想的人，已经不多了。唉，济公，老子先生到。人在哪里？在府外的大树下讲道呢。走，咱们快去看看。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名与身、身与祸之间的关系。凡人有欲，必贪名好货。欲至高处，以身换名，舍身贵货。然竟以私之，以此难得之身，来换不实之名，无用之货，实为不值，不如去欲保命，此为真德。况且好名者，既劳身亦劳心，既好精亦好气，藏祸愈多，危险愈大，也许还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财货为养命之源，立国之本。正所谓，百姓无财难养命，国家无财难安民。财货虽不可无有，但应取之有道，向之有度。是子殿下，在树下青石上坐着的那个，就是老子先生。孔超，咱们先坐下，等老子先生讲完后，咱们再去找他。好。那里出了什么事？怎么围了那么多人？禀大人，这2天呢是老子讲道的时间，他们都在这儿听老子讲道呢。什么老子？讲什么道啊？老子讲道。老子先生，请。老子先生，济公，请坐。老子先生，您今天讲的太好了。这些话呀，老朽都是闻所未闻呐。济公过奖了，还要多谢您提供了讲道之所，使更多的百姓得以前来听道啊。哪里，你每个月只来2天，太少了。能不能每月多来2天呢？老朽和百姓们也能多听一些您讲的大道之学呀。啊，2日就不少了。百姓们还要各自忙各自的事情，不能耽误他们太多的时间呢。啊，先生，您明天还要讲道，今晚呢就住在舍下吧。好，李儿就不打扰了。我今日回去，明日再来。那就不留先生了，告辞了。先生慢走。先生请。师傅，我看现在学道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但愿他们听完以后都能够以道而行。对，第二哥，你的名驾现在越来越大了，我看将来就连周天子
也会请你去给他讲道的。马童，不是说了吗？不让你叫李尔哥了，要叫师傅。哦，嗨，真我又给忘了。对，应该叫师傅才是。现在朝内混乱，陈公刚刚继位，要求各邑都保持稳定，不要出什么岔子。可是，今天城东门聚集了一大群的人，在听一个叫老子的人讲什么道？哼！那老子所讲的尽是国事，什么贪欲过重，什么百姓无法活了，这些都不利于朝廷的话。这些话，不都是在煽动百姓闹事吗？大人，这个老子啊，是显然不把您放在眼里啊。您看啊，他在这儿讲来讲去，身边围着那么多的百姓，今后咱这苦役的百姓是听您的呢，还是听他的呢？哼，气死我了！一个平民百姓竟敢不把本大夫放在眼里，还在那里妖言惑众。单六，在。明天你带几个人到城东将此人抓住，本大夫要治他的罪。诺。易大人请息怒，这老子先生可不能抓。怎么不能抓了？这老子是闻名天下的治学之人，他的大道之学，不知为我们苦役百姓带来了多少益处。哼，你可不能轻易去抓他。什么闻名天下的治学之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哼！看来这个老子确实是个妖言惑众之人，你们这些异族全都被他迷惑了。这样下去，这苦役的百姓是听这个老子的，还是听本大夫的？啊！大人息怒。师傅，那我先去做饭了。先生，我去喂马了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有什么吃的呢？有什么吃的呢？蘑菇，就你啦！今晚上给李尔哥不，给师傅做蘑菇汤喝。请问这是老子先生的家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赵先生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从晚秋来的，名叫孔成，有事前来拜访老子先生。哦，那这位是？哦，我是随他一起来的。哦，好的，二位请稍等。公子，切不可随意透露姓名啊！先生，外面有2个人说是从晚秋来的，其中一个叫孔成，有事来找你。孔成。哦。好，你带他们进来吧。是，先生。二位，请随我来吧。这位就是老子先生，二位请。
在下孔成，见过先生。你就是孔焕之子，孔成。在下便是。那这一位一定是世子偃师了。您怎么知道他是世子呢？你父亲谋权夺位，欲加害世子，世子为你所救。如今你孔成来了，世子焉有不与你在一起的道理啊？先生，真有先见之明。孔成惭愧，家父不忠，欲谋害世子，孔成也有罪啊。先生，君父临终时有言，我若遇到疑难之事，让我向你请教。今我与孔成躲过孔焕的追杀，才能再次与先生一见，请先生救我。好，你们坐下说话。陈国离亡国不远矣。先生，此话怎讲？你父亲为归昭谋朝篡位，废世子而立幼子，使得岌岌可危的陈国雪上加霜啊！请先生赐教救臣之策。陈国本是一小国，逢此乱世，即使君臣上下动心，也难保陈国之安危。更何况出现了这种谋害国君、追杀世子的事情。楚国早有灭陈之心，若楚国以讨逆之名举兵伐陈，试问又有哪个国家愿意出面干涉呢？果如先生所言，那陈国就没救了吗？观天下之事，国内之政，陈国的气数不久矣。若世子有心，应好好的保护你的儿子，或许陈国还能保留一段时间，剩下的就看天数了。孔焕现在四处派人追杀我该如何是好啊？你可以带着你的儿子速去晋国，或许会有一线生机。多谢先生赐教。禀君上，陈国归昭与孔焕叛逆，害死陈宫，逼走世子偃师，立陈宫之子归流为陈国新君。昨日，陈国新立国君派使者前来送国书，君上，您看如何处置啊？这个孔焕做出弑君杀侄之事，实为可恨。这个陈国国不大，事还不少。依你看，这事该如何处置啊？陈国虽小，但是乃兵家必争之地。依臣看，不如借此机会，一举灭掉陈国，以免其他诸侯国提前下手。寡人也早有灭陈之心，只是要灭陈国，我们总要找个什么理由啊？我们以讨逆捉拿孔焕为由，借机灭陈。好，此次是灭陈的最佳时机，此事就交于你去办。那陈国来使如何处置啊？杀掉来使，即刻发兵灭陈。